龙小弟，你干什么呀？外面都是人，如果看到的话，看到咱俩就完了。刘府里的人都已经避开了，没有人会发现。不行，不行，外面全都埋伏着兵甲，要是被发现的话，我们俩小命可就都玩完了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龙小弟，想不到这个钦差大人原来也是个色鬼，还好是一环妹妹身手好，要是换了我，就只能以死来保全清白了，真难为一环妹妹。原来一环妹妹和这个钦差大人早有私情了。这强小崔晴香药效十分了得，任凭你什么贞妇烈女都抵挡不住。你小声口解药？没有。不过秋桂好像说了一嘴，药破此香最有效的方式是痛。痛？没错，痛。待他们药效发作了，你趁机潜进去，用重手法练他们几处最生痛的穴道。如此，他们应该可以清醒。好。主子，易欢是许配过人家的，不可能跟着主子过一辈子，还望主子克制自己，千万不要一时冲动，做出有损易欢名节之事。